今日故意一样的障碍生可恨陈进国，可惜其法力高强，不但打败人民好买卖，还将事情嘅眼神都成三界了。事情，你猜哪位？你猜哪位啊？永不恨爱如意丧当年去我会尊意，笑看人间的乱天困意，马上心故意。唔系孩子爱见什么春意？不欠恨情。
岂不灵异？何人研究的爱意？脱掉身衣。哎呀，自己的主神已经前到，我已经将了自己的眼神恢复。司机呀，司机呀！司机呀！司机呀！书意难平，恨不得牵动啊！陈继古，我的心。众生眼神转来，你用万也无啊！事情，我莫交给，何家再有你来救我的性命？可恨一陈禁锢，三番两次，打败我这个好事，此属微薄不可。我一起我本意不是相当的太高。实际，陈禁锢以此对付你，事情一定要对你不了严肃。还要有探讨，陈禁锢已经不察凡事，现在已经做人引起了，一下将你的太太的好机会，不如多采辅助，留父请其保持严肃。哦，事情，干嘛这个没有改的？实际，你不是按紧走，其实多采辅助前期，不如先用附属百项来开导啊！一次一次，这般这般。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我一听我不会陈禁锢，给从事我受的痛苦。事情，快，你快准备。啊！接天是最主。
难救伊，只叹宿命强，三分灰七怕离，性命难再寻。前东洋兵马起两边，竹马失无人，前去验了就看向田，猪头来叫主，猪皮撑来做面骨，猪肠来读粥，猪丝物拿来用。陈素颜求伊大姑并爱贤，宝剑拿出，金子洒落变金钱，向天求伊讲感命，声音摆开了向天庭。拜拜。天心心，只有注意也不停，也不停。哎呀，有水呀！大家真嘅有水呀！大家叫来看啊！来看啊！你迄上无行都会讲句诶，你也迄期的汗水，你看咯，你都爱死啊！那唔係講唔落水嘅話，唔是講汗水啦，我哋後欄水就會冇咯。唉，想講要法師求伊，結果求了半天沒強要。來看啊，你法師啊嚇，係咪半桶水嘅？本意求一下，日頭見來見太咧啊！那講愛半桶水吧，聽未記？愛啊！拜師貴國子先師做師傅，第下你就定下厲害，愛水啊！水！哈哈！你俩半桶水死啊！你丢俩丢我不想，真给他给我面前两位半桶水的师傅，都得为你丢求医吗？也怪啊！你俩半桶水，我老二丢讲，不足的汉子是儿女引起的呀！你头想爱记住了在案，就献出了不足的白命的银子。哎呀，有关，有关！你呀，你呀，有关了，说碎了你！哎呦，好痛！来结束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来呀，放马过来！啊！哎呦！
有一个，你那莫叫来条件半夜11中秋佳节，国家来献出，那是莫咋？你俩富足的百姓就连同输你爱记得啦，你爱记得啦，爱记得爱你的吧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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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呀，这半桶水师傅啊，嘛个就唔好呀，还要趁火打劫啊！咁骗人太家嘅錢，佢嗌啊，要唔燒你俩成功？對下，莫得，莫得，我騙你哋好，係我唔錯，我錯咧，拜託拜託，你哋都莫個打我嘅啦。咁你就記得，然後騙人嘅錢拿出來。錢不愛死得了。個老嘅打！打你！對啊！唔過，我哋要13年後，做你改嘅你啊，看你難關啊！嘿，馬生，你家講我，阿那麼咋，讓你打到走狗啪！我講啦，就係我老妹嘅陳金姑。啊，你講嘅陳金姑就係當年真要出沒嘅仙姑陳金姑嘛？既然係咁樣人啊，就向佢來求醫，叫人付出嘅百姓啊！對唔對？冇錯，坦白講，唔過吼，你也較記，就都市碰碰，安樣吼，挺危險咧。哎，你講你老妹嘅都市碰碰，你嘛個意思啊？哎呦，嘅什麼嘢太都市，啊唔就係都市碰碰，愛感覺你哋都好，係你哋唱歌名呢。哎，大家，我哋陳金姑，佢在那位，佢丈夫就係劉太爺愛，哎你一起去求佢好嘛？哎，你哋話，哎呦，好把走馬快太咧，那掠到百姓啊，正經走一群啞老妹，佢掠愛如何處好？哎，你哋要定愛呀啊！夫人，你就小心啊！苏产夫人常在来，夫妻来谋先求子台，天气全来求心怀。叫伊那道，叫伊那道，小米菜。
中行来，你敢会最早啊？大家相公关系，乃并唔会最早啊。娘子啊，眼看人都是一日就来太了，乃生日马上就可以来出世，乃就可以看到我嘅宝贝子怡啊！你看你啊，生日的出世，你就唔记得我一个娘亲咯。自然，你的父亲心肝肚就只有你那个宝贝呀。14咯，14的啦，你就唔知，你这个贤女，你係小寶貝，你也係我嘅大寶貝啊！相公啊，你看，你已經到喺個人面試咯。俺就看見，前日來去，求觀音菩薩保佑俺哋一家平平安安啊！太家，你就看啊，佢就係嘿有名嘅陳金姑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拜託你救救你嘅爸啊！你有什麼東西啊？你就叫紅衣來啦！劉员外啊，劉夫人，你今日到此啊，係為了全國嘅富足百姓來搶命嘅啊！搶命！